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PowerTicker。今日咧，港股市場裏面嘅君達股份咧大幅拉升，盤中嘅升幅超過24%，成交額咧亦都同步放量。主要係佢又有光伏嘅題材疊加商業航天咧雙題材驅動嘅。由利好嘅角度，消息面咧係今日嘅長征10號可回收火箭咧成功喺海南嘅海上回收。商業航天板塊咧情緒全面爆發，公司直接受益。國家能源局咧出台咗降能降碳嘅呢個政策，強力扶持光伏同埋建築光伏嘅一體化。所以咧落後嘅產能出清，利好技術裡面嘅龍頭，同埋咧多家證券行咧亦都集中睇多發布咗佢嘅研報，上調佢嘅目標價。多重嘅利好嘅消息咧刺激咗資金咧搶籌君達股份。技術面同資金面裏面，我哋通過指標 VOL 量能顯示出成交量咧係放大嘅。當前咧放量係成一個月均值嘅翻倍，換手率明顯抬升，北水資金咧持續流入，海外資金咧亦都配置咗光伏、商業航天板塊，整體咧一齊上行，成個板塊嘅抱團嘅效應咧係比較明顯嘅。同埋咧相關板塊嘅港股 ETF 咧都迎嚟咗新購，增量嘅資金集中流入。技術面裏面前期嘅呢個低位咧已經出現咗明顯嘅見底啦。呢個築底喺今日裏面嘅反彈咧被突破，收盤咧亦都創咗階段嘅新高。短期裏面咧PowerTicker 裏面嘅短中按指標導引力量黃金坑咧，亦都顯示資金嘅動能咧係持續流入嘅。短中按快賣線金叉向上，配合比較健康，短期嘅阻力位咧被消化，上行嘅通道咧亦都打開咗，技術形態強化咗反彈嘅一個走勢。上方嘅阻力位大致嚟到25附近，短期裡面嘅上行動能依然存在，大家可以繼續關注一下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